确是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吗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来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，别睡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百世的光速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绽放般世的光速。诸位师傅，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。二位这一觉睡得好生安逸啊！我问你们，可知道内奸是谁？什么内奸？你少装傻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。诸位师傅，既然已经知道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刺武应奇一剑，杀了他。等义父和武师傅回来，
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。不行，大师兄，吴三桂虽人人得而诛之，可吴应奇是无辜的呀。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是，他的确没做错什么。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，这就是最大的错。怎么，你下不去手吗？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，不惜变节投敌了吗？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我只能不择手段了。查不出这内奸是谁，后患无穷。我同意太子的提议。若是吴三桂的内奸，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。谁下不了手，谁就是内奸。我也同意。大师兄，你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是想查出内奸。可如果此时内奸也狠下心来捅上一剑，那吴应奇不是白白冤死了吗？那吴应奇也不会白死，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桂，告诉他，杀死他儿子的，他精心培养的内奸也有份儿。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自己是被迫刺的那一剑，吴三桂也不可能放过他。这个内奸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吴三桂效忠了。此计太妙了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倩影，本来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，但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，我不得不同意了。不行，你们若是想杀他，就必须先杀了我。坚决拥护太子。好，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必须刺中吴应奇的要害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只是要杀我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吴应奇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，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。你们要杀我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杀了我之后，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。千万不要让倩影看见。好一个情种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住手！我知道内奸是谁。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？这个内奸果然厉害，到现在为止，仍然不动声色。王妃，说吧，这内奸是谁？我肯说出内奸是谁，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。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不讲信用，在你们这些人当中，我只信任晋王。只有晋王回来，我要他发誓，确保我母子平安，我才肯说。义父跟武师傅去勘察敌情了，1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。到时候，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你儿子照样活不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虽然平时不干政，但是王爷他非常宠爱我，
他处理军政大事从来不避讳我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。那就好。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，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。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，我和义父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我还是要求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厢房，我要为我儿子上药。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，收拾什么厢房？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，臀上也有伤，那可是为了你女儿挨的50军棍。再说，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西王府的2公子，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？三师傅，这么小的要求，答应了也无妨。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厢房，你去挑一间整齐一点的，给你儿子上药吧。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真不是在做梦吧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啊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。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记忆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，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天都快亮了，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师兄，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武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。
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武师傅？混账！不许妄言！叶师弟不必着急，过不了多久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太子，清兵突然发起了攻击，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机关，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防不住。上面！给我上！你哪看见我这边跑？大师兄，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，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？糟了，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回去看看。他是中了呆若木机散。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，他假装发起进攻，把我们引出枪房，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，吴三桂才发现了偷袭，
配合内奸行动。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，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，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，吴三桂才放我们走。看来吴三桂心中，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，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，只敢杀了王妃灭口。可是，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，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？当时，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大伙都在奋力抗敌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。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了，快说，内奸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爹，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，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，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内奸把你娘给杀了，你娘为了保护你，给灭口了。你还袒护那个内奸？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，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，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鸡散。此前呆若木鸡散的解药已经泄露，这就再次证明，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、最可信的人，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大家不用猜了，这个人一定是唐一手。第一，他与晋王一同出去勘察敌情，是有机会向吴三桂通风报信的，让吴三桂偷袭咱们，然后来掩护他杀王妃灭口的行动。第二，他有机会拿到呆若木鸡散的毒药和解药。第三，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奋力厮杀，只有他不见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桂的身边了。若真是武师傅杀了王妃，灭口成功的话，又为何要逃走呢？这样不是反而暴露身份了吗？如果不是唐一手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呢？对啊，武师傅人呢？你们谁看到武师傅了吗？难道这内奸真是武师傅？可我觉得武师傅不像内奸。那你觉得我们几个中间谁像内奸？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，何以是的？我也不想怀疑是他，可是偏偏他不见了，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。不，内奸不可能是武师傅。为什么？你那么相信他？老五，武师傅，这是我和义父，还有武师傅，为了查出内奸而设下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太子，所有人都盘问完了，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，你看看如何是好？义父，我有一计，
可以引得内奸现身，但是需要武师傅配合。何计？义父，你看，若让武师傅假扮秦氏，足可以以假乱真。我们不妨让他跟秦氏互相易容，互换身份，然后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王妃就已经是武师傅假扮的了。当时王妃为了保护吴应奇，也答应配合。只是她虽然假扮成了武师傅的模样，言谈举止还是容易露出破绽，所以义父才借口要出去勘察敌情，把王妃带出了大殿。大家也都累了，都休息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难怪刚才王妃死的时候，吴应奇一点都不伤心，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大师兄，难怪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原来是为了引出内奸而设的计谋。我收回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小师妹，你我本是兄妹，不必说这些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计谋竟然害得吴师傅丧命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们大家谁也不会想到，吴师傅竟然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以至于连还手的能力都丧失了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内奸要对付秦氏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难道还用得着下呆若木鸡散吗？难道那个内奸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知道秦氏就是唐一手所假扮的？那他就应该静观其变，为何还冒险杀了唐一手呢？有这个可能，只是现在不仅没有查出内奸是谁，还害得吴师傅无辜丧了命。靖王，那现在我娘身在何处啊？娘，晴儿，诺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哼，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龙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一碟蜜饯，一碟枣糕，一碟桃酥，再来一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
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传1碟桃酥，1碟枣糕，1碟蜜饯，还有1碗糖蒸乳酪。这，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2位且慢。2位，你们已经在这破庙里困了1夜了吧？想必早已饥肠辘辘。我们王爷说了，让我专门给你们做了几样好酒好菜，当然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善待侧王妃和2公子。去，去。夫人，天阳，吴三桂派人带了一些酒食过来，我验过了，没毒。我也吃过了，你们过去吃点吧，这里我来守着。走吧，倩影。倩影，你先自己去吃一些，然后再给他们带回来。虽然我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虐待他们母子。走吧。你真的死得很冤。那剑偷了我的带入木鸡伞，先把你毒倒，要不然依你的无辜，就不可能把你一刀毙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查出谁是内奸。范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个小狗贼，用冰肌血肤膏把我的女儿骗得如此死心塌地。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女儿这辈子一定会毁在你的手上。但是你若杀了我儿子，仅凭我一人就很难威胁到王爷。那有何难？虽然唐一手已经死了，可他易容变生的绝技，太子他们都已经得到真传了。我只需要把默生易容成你的儿子，就能骗过吴三桂。范先生，你若是就这么把我给杀了，倩影一定会恨您一辈子的。我情愿他恨我一辈子，也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。受死吧！住手，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
四师傅也是弟。啊，多谢太子。谢谢，你们辛苦了。1个时辰以后，我过来换班。嗯。给。义父，三师傅，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们的眼神好奇怪啊！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商量该如何脱身。哦，太子，你先进去大殿用点膳食，我跟你三师傅去守着秦氏母子。好。三师傅和义父，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平西王给你们晋王写了一封信。去。吴三桂说了什么？吴三桂说他有要事与我相商，诚心要我过去赴宴。晋王，你不能去，要谈在我们这里谈，你不能去他军营。无妨，吴三桂的侧妃还有他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就算他是鸿门宴，我也去定了。吴三桂为而不恭，昨夜又吩咐手下不可杀了我们，要活的，显然是另有企图。所以义父此去，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太子，你果然机敏过人，乃我李定国之信。他若日后太子也能够胸怀若海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那就更是我大明之幸了。义父今日这话，似乎话里有话，真的是令人费解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。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啊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林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，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林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
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朱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朱哥哥现在在电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朱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，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、很伤心吧？郡王，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你们明珠谷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我没料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亡命之徒，居然能培养出那么多厉害的人才，不仅能混进宫魅惑皇上，还能蛊惑我吴三桂的儿子。我也没有料到，你居然派奸细安插在我明珠谷，而且还进入了朱明联盟的最高层。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为何不派兵剿灭我们？这就是我为何对你们为而不恭，并且把你请进我的营中做客的原因了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着你们，就是因为我对大清朝廷不放心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们自以为江山坐稳了，就会对我们这些归降藩王开刀了。我必须留着你们这些反清力量来牵制大清朝廷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何合作？2种方式。我不坏你的事，你也别坏我的事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那第二呢？就是你我冰释前嫌，结为盟友，将来一起起兵反叛，打下天下后，你我分国而治。你在中原恢复你的大明国号，而我割据云贵川两广湖南湖北建国大洲。如此天下虽然分了朱吴2姓，但它仍是你我的天下。如果2种方式我都不答应呢？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一道密奏，将你们的一切秘密告知康熙小儿。到时候我们2败俱伤，我建不了州，你也复不了名，反倒让大清朝廷渔翁得利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你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，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，我怎么能与你合作？我那也是形势所逼。大清朝廷对我疑心那么重，我不亲手杀了永历帝以表忠心，就会被多尔衮干掉，不然我怎么能保得下这么大一份实力呢？你我都是将领，咱们先联手把这江山夺回来，咱们自己的矛盾再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吴三桂，你当年逼着我亲手杀死我结发多年的妻子，如果我跟你合作，你放心得下？你我都是干大事儿的男儿汉大丈夫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因小失大，因私害公。那崇祯皇帝留下来的金钥匙和铜匣，我们又该如何分割呢？如今我手上有一把金钥匙，你手上也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中。我的那把金钥匙，不是已经被你们用美人计夺了去吗？我们得到的金钥匙是假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全体出动到你这平西王府来盗金钥匙。这就奇怪了。琪儿进京时，明明带走的是真钥匙。晋王，你不会怀疑我这会儿在跟你撒谎吧？既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撒谎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鳌拜也安插了奸细在我明珠谷，倩影所得到的金钥匙被那个奸细给调了包。如此一来，
这里边真的铜匣子和这个真的金钥匙，已经落到了康熙之手。金钥匙估计是在康熙手中，但康熙手中的铜匣却是假的，真的铜匣不知道被哪方势力给调包了。啊，关于这个铜匣子和金钥匙，为了避免你我互相猜忌残杀，我们不如做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你我各凭手段获取金钥匙和铜匣子，然后汇总在一起打开宝藏，按各自付出分成，然后一起起兵，如何？好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如果晋王被你家老子杀了，我就把你剁成18块喂狗。范先生，晋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待他和我父王谈妥条件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你老子会做善事，再恶的人也难免会做1、2件善事。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跟吴三桂已经谈好条件了。哦，谈的什么条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咱们回到明珠谷以后再细谈。啊，太子呢？啊，倩影和他娘正在给老五收尸。太子说，唐一手是为了光复大明大业而牺牲的，所以他也要在一旁为他五师父念一卷《金刚经》。太子重情重义，我相信将来他也会深明大义。太子，你来看看，可识得此物？义父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如果他不是内奸，那他怎么会有鳌拜的亲信才有的腰牌？万幸，他阴差阳错的被吴三桂的奸细所杀。难怪小师妹那日在鳌拜府与那内奸交手，那内奸却手下留情，没有伤害他。如此看来，当初的那个内奸一定就是武师傅。只不过武师傅当时念及与一欢往日的感情，所以不忍痛下杀手。各位师傅，吴三桂又进宫了。不要紧，吴三桂的军中有朝廷的耳目，他们如果就这样把我们放了，他怕朝廷会怀疑他们，
剿灭我们这些乱党不吏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手下虚张声势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我们。我们现在把秦氏和吴应期留下，从北面突围。晋王，怎么了？就这么把秦氏和吴应期给放了？这也是我和吴三桂谈好的条件之一。钱颖、默生，你们两个继续留在滇都。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留在滇都啊？虽然我们跟吴三桂结盟了，但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不可相信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可是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既然晋王如此安排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爹怎么会反对呢？爹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允许我跟吴应期接触吗？爹相信你会有分寸的，而且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，一切听从晋王的安排。谢谢爹的信任。奇怪，三师傅对倩影和吴应期之事，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？义父和三师傅的言行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那个，大师傅，我不想留在滇都，我想跟着大师兄一起去京城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胡思乱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再胡思乱想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义父，那武师傅的遗体该怎么处置？他不是你武师傅，他是内奸。放一把火，把他的尸体还有厢房一起烧掉。义父，武师傅虽然是朝廷的奸细，但从小对我也有养育教导之恩。如今他人也死了，也算是遭到了恶报，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太子如此仁义，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会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义父这是怎么了？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他又为何要看着吴应期说这番话？义父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，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两个人。两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两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一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两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
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裘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裘贵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，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血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血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证据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说，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内奸是谁。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明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樊离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，显见他的武功很高。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，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，他还记得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，
至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。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离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奇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来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那日我和六师傅在一处茶楼上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你慢用。哎，小二，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着汤色就能看得出来，给我换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啊！六师傅，这茶味道不错呀。啊，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我们明珠谷一向物资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。为什么六师傅会对一盏茶水如此挑剔？现在想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茶楼的小二就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六师傅在换茶的时候，将消息放在杯底，传递了出去。太子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吴三桂一定是如此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设好了局，等我们跳进他的陷阱。如此一来，铜匣失踪之谜也说得通了。一欢好不容易在宫里拿到了真的铜匣，却不知被谁调了包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六师傅。
所以这铜匣现在应该还在吴三桂手上，他手上还有一把金钥匙。不要紧，吴三桂虽然拿到了真的铜匣，但他手上那把金钥匙也被人调了包。义父怎么确定吴三桂手上的金钥匙是假的？我想来想去，倩影从吴应琪那儿拿到的金钥匙，应该是真的。交由你之后，再由你带到京城，直到我们几个师傅到京城跟你会合，唐一手一定是趁这个时候，把金钥匙从你身上调了包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但是鳌拜疯了，唐一手不可能把金钥匙交给鳌拜，现在又不幸被六师傅给杀了，这铜匣的线索又断了。也只能盼望天佑我大明，能够有奇迹发生，否则找不到金钥匙，打不开铜匣，就拿不到宝藏的地图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更加艰难了。想不到五师傅跟六师傅，一个是鳌拜的奸细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，他们还在我明珠谷潜伏了那么久。10多年前，我大明即将灭亡。当时为了保存实力，大量接收大明的流亡之士，在这中间，就难免混入了各方的奸细。既然鳌拜早就知道了明珠谷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我们？鳌拜的心思，可能跟吴三桂一样，他们怀疑康熙这个小皇帝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才留下我们这些隐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康熙小皇帝这次为了擒拿鳌拜，竟然冒险联合10多个摔跤的布库，亲自捉拿鳌拜。鳌拜若不是手上有我们这枚棋子，恐怕已经性命不保。义父，如果雪衣居士是吴三桂的内奸的话，那倾城会不会也……雪倾城是雪衣居士从小抚养带大的，他们名为师徒，实则情同母女。在雪衣居士的控制下，雪倾城很有可能也是吴三桂的内奸。所以我跟你三师傅才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如果倾城是内奸的话，那易欢就危险了。义父，我要马上赶回京城，把消息告诉易欢，以免他遭到倾城的暗算。好，但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雪倾城也是内奸的话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，利用雪衣居士跟雪倾城，把假消息传递给吴三桂。义父放心吧，我明白。